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从水沟那边捞上来，能看那个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？看不出来。轻轻的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塑胶？塑胶烧成这个样子了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让芥末你辨识看看。它这个如果真的是塑胶烧成一团，又好像那个什么果实干燥了，还不想把它敲碎了。